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无事使，台语安尼写无事使；无能无济于事，台语讲无事使。你安尼做无事使，对代志一丝仔帮助都无。你讲遐济拢无事使，即摆就是爱钱，才有法度解决问题。伤害已经造成，你才来忏悔道歉，无事使啦。台语教定讲无事使，嘛当用来比喻没有用、不重用。迄款人无事使啊，你莫毋望伊会有出脱。无事使会使，会使袂使。多谢你的建议，安怎做会使，安怎做袂使，我会准赞。使，咱之前有介绍过，使人、使目尾、使性地、使物件、使暗部，拢是这字使。使是第二条，嘛会当念第三条使。大使、直使、天使。使甲使是鼻音，文音是使，假使、乱使、地使、使用人。假使是因为你乱使来，才地使使用人受伤，你就要负责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无事使，实在真趣味。